另外，還閣一條立法院拿甲8所提案的台灣兒少成長未來考照條例，也是3讀通過。不過，這行政院要推出一個0到18歲成長津貼。那針對於即馬立法院的版本，有風聲講有可能這行政院會用無碼複數、無碼執行來處理。小組化變國安危機，立法院會頂禮拜5 3讀通過，由國民黨團、民眾黨團做伙推出的台灣兒少成長甲未來少年條例，而且每年愛支出差不多2162億，比行政院規劃的0至18歲成長津貼政策1851億，加差不多311億。行政院已經把成長津貼經費納入明年度總預算，傳出對立法院版本可能會用無複數，還是複數了後無執行方式處理。行政院會依循既定的政策規劃，持續穩健推動各項措施，落實對國人家庭的支持。總統府表示，依照憲法規定，立法院權責是議決預算，行政院負責編列預算加施政規劃，嘛暗示處理態度。行政院導用台為上任以來對在違法灌改條例、衛星廣播電視法、當選條例、加立法院組織法修法，攏已經確定無複數。軍人待遇條例、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等修法是無編入預算執行。不附屬不執行這樣子的一個態度，到底還要多久？現在面對民生法案，面對國安危機，面對搶救出生率，我們應該要更加的積極，應該要全體一致，不分朝野。他所參考的是英國的相關的設計，可是這個英國的制度，其實在2011年就已經被廢除。那除了政府根本經費不足之外，還有就是大家認為這個只有讓兒少的富者越富，貧者越貧。民進黨團是批評南北黨團的未來少年違反憲政制度加預算法，而且無交代財源，也有可能擴大貧富差距，強調應該支持明年就會當領的行政院版成長津貼。記者採訪報道。